大家好，我而家會搞一個動作叫做單腿伸展式。好，首先瞓喺張席上面先，瞓直個人，面向天花，雙手擺喺身體旁邊，掌心掂地，膊頭放鬆，下巴微微收起，右腳曲起，腳掌掂地，左腳曲起，腳掌掂地，做一次腹式呼吸。吸氣漲肚，呼氣收肚，確保你腰同埋背脊全部貼晒落地。然之後右腳提起，大腿垂直，大腿小腳90度，咪腳尖。左腳一樣，大腿垂直，大腿小腿90度，咪腳尖。雙腳拍齊，而家兩隻手掂喺大腿後方。慢慢將我哋頭同膊頭升起，最多肩胛骨離地。一陣間我哋吸氣、呼氣，右腳伸直，同地面成45度。睇我一次啊！吸氣、呼氣，右腳伸直，同地面成45度。左腳收埋嚟，左手捉膝頭哥，右手捉腳果。然之後轉換咯喎，吸氣、呼氣，調翻轉。左腳伸直，右腳收翻埋嚟，右手捉膝頭哥，左手捉腳果。咁叫一次，第二次吸氣、呼氣，右腳伸直，左腳收埋嚟，吸氣、呼氣，左腳伸直，右腳收埋嚟。3，吸氣、呼氣，右腳伸直，同地面成45度，左腳收埋嚟。左手捉膝頭哥，右手捉腳果。OK， 吸氣、呼氣，轉腳。4，吸氣，右腳伸直，吸氣，轉腳。5，吸氣、呼氣，吸氣、呼氣。6，吸氣、呼氣，吸氣、呼氣。7，吸氣、呼氣，吸氣、呼氣。緊記整個動作，我哋腹部要收實嘅。最後8，吸氣、呼氣，吸氣、呼氣。好，將隻腳收翻埋嚟，扶實大腿，慢慢將頭放低，慢慢放低隻腳。